今日係2025年嘅3月18日，南美嘅旅程踏入第14日啦。琴晚抵達烏尤尼，二話不說就衝咗去鹽沼睇日落。粉紫色嘅天空倒映緊鹽水，直接將我對美嘅標準拉到天際。而今天就正式跟團出發3天2夜，終點唔係返嚟烏尤尼，係往智利移動。第一個站我哋去咗火車墳場，嗰度有19世紀嘅蒸汽火車，就咁丟咗喺沙漠生鏽。唔止爛火車，仲有當地嘅藝術家用咗火車嘅殘骸零件整成呢個機械人雕塑，放喺火車墳場嘅入口周邊，成個場變成露天廢鐵嘅藝術館。接住去 Colchane 鹽村睇當地嘅人手工採鹽，做鹽工藝品，我就齋睇，乜都冇買到。然後開車到鹽沼嘅深處，嚟到一個超有意義嘅地點，叫做萬國旗廣場。旁邊就係全世界第一個鹽旅館嘅位置，叫做 Playa Blanca。1995年用鹽塊堆起嚟，全世界嘅創舉。但因為蓋喺鹽沼正中央，垃圾污染處理太困難啦，喺2002年被強制拆除。依家只剩下牆壁嘅框架，變成一個博物館同休息室。但係嗰個第一嘅歷史感仲係好強，旁邊插滿咗各種嘅旗幟，你可以揾翻下自己嘅國家嘅旗幟，影翻張相啦。對啦，呢度仲有洗手間啊！喺鹽湖中嘅廁所其實係好奢華嘅事，導遊話要先預約，佢哋應該早就處理好㗎啦。旅行社直接喺裏邊擺桌開飯，全部都係旅行社佢哋自己準備嘅，配住鹽湖第一家旅館嘅廢墟同埋萬國旗，呢個午餐地點真係好有味道。食飽飯之後，重頭戲就嚟啦，拍照拍到飽。鹽湖白天嘅板嘅光線超強烈，光到眼都睜唔開，太陽鏡、太陽油絕對必備啊！司機幫我哋拍咗好多錯位照，全團都玩到癲晒。3月份仲有水，地面薄薄一層，剛好反射天空。雖然冇雨季咁夢幻，其實都已經夠驚人㗎啦。我哋拍到太陽落山，司機又將張台搬出嚟啦。今次唔係午餐，今次係紅酒配小食。我哋企喺個鹽湖中央，一人一杯紅酒，配餅乾、堅果、芝士，睇住個太陽慢慢喺水平線落去，天色由金黃色變到骨紅色，冇風冇車聲冇網絡，只有鹽同光，跟住靜到好似世界盡頭嘅空氣。今晚會入住鹽湖酒店，不過唔係牆壁係鹽嗰種肉酸版，係真正鹽湖旁邊嘅旅館。房間算舒服，至少比我想象中好。聽日會去到4400公尺嘅地方，天氣凍同埋冇熱水，今晚要沖淨涼啦。聽日目標會去紅湖同埋火烈鳥，我哋明天見。今日係2025年嘅3月19號，南美旅行嘅第15日。琴日玩完鹽沼，今日正式進入玻利維亞嘅高原心臟地帶，海拔一路咁向上爬。早餐後出發冇幾耐，路邊就出現咗一大片藜麥田。最驚喜嘅係藜麥田附近仲有一大群羊駝，佢哋喺田邊食草，超可愛。成班即刻叫司機停車狂影相。10點鐘左右，司機喺一個露天市集停車，叫做 Mercado Campesino， 係一個農夫市集。司機話喺呢度俾我哋順便休息下同埋上廁所。呢個高原沙漠地區有廁所真係恩賜。11點左右，我哋進入咗西勒尼沙漠。呢個沙漠係玻利維亞西南部嘅波多西省，海拔4000米，成條路都係火山岩、沙石同埋風蝕地形，一望無際，荒涼到好似去咗另外一個星球。12點半，司機就將車停喺沙漠入邊一間獨立小屋嘅前邊，又係佢哋準備午餐嘅時候啦。
唔好要求咁高啦，食飽之後繼續上路。車行下行下，前面突然間出現一座雪山，車穿過雪山腳旁邊出現一個湖，湖水係藍綠色嘅。司機話呢個叫做臭臭湖，係一個鹹水湖。火烈鳥其實好得意嘅，佢哋行路嗰陣個頭揈下揈下，動作慢到好似播緊慢鏡。最搞笑，佢哋成日將個頭插入水底摷嘢食。最正係佢哋拍翼嗰陣，翅膀底下嗰一笪黑色嘅羽毛一閃一閃，對翼展開嗰陣仲大過我個人。有時有同一時間轉方向，好似一個粉紅色嘅空中舞蹈團。司機話佢哋食咗湖入邊嘅紅蝦素，所以變成粉紅色。行近少少又見到另外一個畫面，湖邊有好多鳥蛋殼同埋鳥絲，呢個就係大自然嘅殘酷嘅一面。離開 Khao Chani 湖之後又進入沙漠啦，4點多抵達沙漠，睇嗰嚿巨石，被風吹咗幾百年，侵蝕到成果樹咁嘅形狀，好唔真實。呢度風好大，企多一陣影相都有個難度。5點多左右就抵達紅湖啦，呢度係今日最大嘅重頭戲。湖水真係磚紅色喎，因為水面有好多礦物質同埋特殊嘅藻類，加埋藍天白雲，顏色對比強烈，好似電腦咁樣畫出嚟。湖水上面嘅火烈鳥比 Khao Chani 嘅湖多到好多，成群結隊，粉紅色一片，數都數唔得晒啊！6點左右，司機帶到我哋去個火山地熱區，地面不斷咁樣噴出熱氣同硫磺味，周圍都係泥漿池同埋蒸氣孔，好似地獄之門咁。呢度應該係聽朝去嘅間歇泉區附近，但司機話順路經過俾我哋睇下先。7點終於抵達今晚住宿點，一個叫做雅伊哈拉哈嘅小鎮，海拔4400。間民宿真係好簡陋，6個人一間房，得公廁熱水唔知有冇。今晚應該會好凍，我準備將自己包成一個壽司。聽日要凌晨4點半起身。好啦，再見啦，拜拜，聽日見。各位，今日係跟團嘅第3天，亦都係最後嘅一天，因為要凌晨3點鐘起身啊，仲要喺零下溫度、海拔4000幾米嘅高原等日出。我因為擔心高反，衡量過之後，我決定繼續休息，冇跟佢哋呢段旅程。然後我哋出發經過達利沙漠，個名係因為地形超現實，以達利畫作入邊嗰個荒涼風景，但係實際上只係停低影幾張相。最後一站去綠舍湖，喺納肯布爾火山嘅山腳下，一個碧綠色嘅鹹水湖。綠色其實因為裡面有礦物質同砷，所以千祈唔好掂得太耐。呢度係經典嘅火山配湖景打卡位，亦都係玻利維亞同智利嘅邊界附近。影完相之後就去邊境口岸過關啦。好啦，過咗智利關口，我哋呢3日2夜正式完結啦。由鹽湖到間歇泉，到邊境綠湖，上山又落山，溫差玩死我。好在最後一程我醒水冇跟，流力過關。依家正式踏入智利啦，下一集帶大家去智利阿塔卡馬月亮谷。鍾意呢個系列嘅記得訂閱同埋撳鐘仔，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仲有俾個 like 我，當係打下氣。我哋智利見啦，拜拜。